针对这一件司法调查，国民党伫昨暗毛动员党公职甲支持者去北检的外口抗议。台北市长蒋万安伊嘛有到位，伊即马是主张立法院应该推动倒告。朱日文也宣布讲，已经申请好开道的路权，爱支持者4月26下晡去开道抗议。北检外口的铁牙被推倒，警方出动放上头看到，本场议员继续向北检头前冲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暗时8点，加同市长陈前前到庭出现，加真济群众到庭进入北检头前破的路封锁区。当选就职不到1年，没有一天在治国，没有一天为台湾在努力，只想独裁，只想消灭在野党。26号下午，在凯道店，北检侦办罢免不实人士涉嫌伪造文书，17早起发动搜查，国民党台北市东部、地区东部等6个所在，查获主会网络警署总干事姚富文等人。台北市长蒋万安暗时7点半到场，伊讲家己第一摆到司法机关抗议，所责任家己承担，也提出倒告主张。我认为立法院应该推动倒戈。如果赖清德总统因此解散国会，我们就用立法院改选来对赖清德总统进行一次不信任投票。台中市长罗秀燕也喊起公党会呼吁爱站站，因为北检集会时管制区禁止集会游行，警方也把警告3摆在强制区里。不过现场警方用短程宽道一直到半夜1点外，议员有抗民众不愿意离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